人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要怎么办？不管他今天是医生、是老师，还是你家长，那还是你的另外一半，他们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可以就不要做。因为如果你不要做，然后他们离开你或跟你反目成仇的话，就代表他们就是不喜欢你原本的你啊。你说对方情绪很大，你会对对方的情绪感到如何，那就只是代表你觉得对方的情绪比你重要啊。但也许你更认真地做自己，让对方慢慢的去吸收自己的情绪之后，你们的关系可以更长远呢。如果你屈就自己是怕对方离开的话，对方离开是迟早的事情啊。follow 对方的话，可能会让关系暂时维持，但是对方喜欢上的可能是控制你的感觉，而不是真正的你。与其花时间早安晚安，不如信任彼此，对花时间好好沉淀自己，让彼此拥有一个更完整的自己。